30幾度高溫，你拎住杯水，第3次遞到長者面前，佢又再講唔渴啊，唔飲啦，得啦得啦。做照顧者嘅你，係咪每日都上演呢場飲水攻防戰？望住嗰杯水，有時真係會心諗，點解越老越硬頸？但其實喺呢份對抗背後，隱藏住嘅係佢哋講唔出口嘅無奈，同埋身體入面我哋睇唔到嘅變化。佢哋真係唔係故意作對。長者唔願意飲水，背後有3個可能嘅隱形原因。第一，係廁所焦慮。出街搭車突然想去廁所點算？搵唔到廁所點算？佢哋唔想麻煩人，唔想面對可能失禁嘅尷尬，最直接嘅方法就係由源頭截斷，索性唔飲水。呢唔係固執，係一份沉重嘅尊嚴。第二，係日常活動量變少，新陳代謝慢咗，身體對水嘅需求感自然下降，佢哋真係唔覺得渴。最後一點係年紀大咗，大腦接收我口渴嘅信號會減弱，大腦中樞對口乾嘅認知會逐漸減退。換句話講，佢唔係硬頸，而係佢嘅大腦收唔到信號。但係唔飲水嘅後果都可以幾嚴重。長者一旦脫水，唔單止係口乾，隨之而嚟嘅連鎖反應，例如血壓低或者頭暈，導致跌倒風險大增，甚至會引起急性譫妄、神志不清、尿道炎，甚至中暑，危及生命。所以呢場攻防戰唔係對錯問題，而係我哋要換個更溫柔嘅方法。第一招，一齊拆解廁所焦慮，用同為成年人嘅尊重去消除佢哋嘅心理負擔。出門前可以講，我哋出發前一齊去訂個廁所先，咁一路上就最放心啦。或者做佢嘅導航員，我 check 過啦，落車行2分鐘就有乾淨廁所，你放心啦。有咗安全感，水自然飲得落。第二招，將水分精緻茶點化，叫長者一口氣飲一大杯水，好似逼佢做功課咁，壓力大。試下用細茶杯，每次少少，分幾次嚟飲，每次清杯，對佢哋嚟講都係一種輕鬆嘅成就感。最後一招，創造食得到嘅水分。補水唔一定要飲嘅，其實好多水分都收埋喺食物入面。大熱天時可以用西瓜、低糖冬瓜湯、豆腐花或者啫喱咁，將灌水變成享受茶點，長者食得開心，水分就自然補足。每一場飲水攻防戰背後，都需要我哋多走一步，理解佢哋身體同心理嘅微細變化，將愛變成冇壓力嘅日常照護。照護路上，讓我哋一齊溫柔前行。